小香啊，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话题很热门吗？什么？就是民法第1223条第4款兄弟姐妹特留份的部分要废除。哦，好像有听到新闻在报。有齁。好，你觉得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会有关系吗？我也不知道其实跟你有关系真的哦？对啊，你知道有什么关系吗？什么？就是啊，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小朋友嘛。对。对不对？那你知道万一你走了之后，那你的遗产不是要留给我们的另外一半吗？对。但他不只给另外一半哦，如果那时候爸爸妈妈也不在了，你的遗产是太太要跟兄弟姐妹一起分真假？真的哦，就是不是我们以为的，就是留给老婆这样子，不是给另一半，不是全部给老婆。对，这个就是最近在提倡那个修法1223条第4款要废止的那个原因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啊，这个部分啊，我们可以利用保险的指定受益来做处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受益人的指定其实每个还是很多。对，想要知道更多受益人指定的一些小撇步吗？欢迎来找我们，让我们来告诉你哦。